人生中最快樂嘅時光，可能就係嗰段難忘嘅中學生涯。上堂唔通真係上堂咩？梗係瞓覺同玩飛機啦。落堂梗係落去小食部買嘢食噶啦。至於放學咯，梗係一齊落球場溫我溫隻抽啦。但係呢段美好嘅時光並唔係持續咗好耐，直到佢哋認識咗嗰個所謂嘅好朋友。喺嗰一日，佢哋各自做出咗改變自己一生嘅決定。時間就等於距離，時間長咗，兩個人之間嘅差距就越大。其實每個人嘅命運都掌握喺自己嘅手中，人生中每一個決定都會改變你嘅命運。當嗰個抉擇出現喺你嘅身上嘅時候，你又會點揀呢？